康康要来看到山姜仔卖相拍，台东延平乡有民众亲目睭看到两只公的山姜仔伫咧烧笼烧热5分钟。山姜仔本来真好性地，雄雄变做火狐性，在地百姓又讲应该是拍种期、生炭期要到啊。公的山姜仔才会来拼地盘，赌性命，拼甲要死要活。 你若弄过来，我阁甲你竞转去。点即个剃头工咧烧搭，台东延平乡有两只山姜仔公咧烧搭，看到民众拢甲录影落来。第一回合，倒边的山姜仔公来一个连环搭，拼势咧冲，啊若对方是哪前哪退，伊上准时机阁甲搭倒转去，双平是安尼战甲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 第二回合是伫咧草埔安尼热来热去，伫遐拍麒麟烧石，搁 PK 拼马5分钟。不过这个山姜仔，伊的本性原本是真温顺，煞雄雄变甲遮尔啊火烧。其实这拢是为着山姜仔某啦。从9月到12月都是他们在交配期，可能是他们在争夺表现给那个异性。民众是安尼看甲会得志，办批讲这应该是拍种期才会安尼。其实这个山姜仔伫咧台东，即马是愈来愈接看到。 去年嘛，伫咧保育类的动物甲除名，还佫有钓鱼客，要去救到一只互野狗甲热，从安尼跳入去海底的山姜仔囝，这拢证明讲山姜仔族群伊的数量一定有加较济，安尼嘛显示这个保育工作已经有效果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